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8，诗篇127篇一直安尼讲：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磨。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。三个来祈祷。起造甲固守阮的产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过去到现在，对现在到将来，时刻看顾阮，永远无改变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！阮一生努力打拼，想要得到宝物，用尽心思，想要保有所得到的，所想的，只是为着荣耀家己，确实袂记得要来荣耀你。主啊！求你赦免阮的骄傲甲自尊，互阮会记得赏赐的是在地你。主啊！愿一生遵趁你的旨意，阮要为着荣光你的名来活，因为厝体若毋是你起造，阮的起造就是空空着磨。城池若毋是你固守，就阮固守的，拢是空空警醒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